近日國際局勢影響之下，油價大幅波動，一度咧係突破超過$100一桶，其後價格又大幅回調。喺香港咧，近半個月汽車燃油咧已經加價咗幾次，令到唔少嘅營業車嘅司機經營壓力係相當大。唔少車主咧都同我哋反映，明白原油價格咧的確有明顯嘅升幅，油公司調整價格都無可厚非，但係油價有明顯回調嘅時候，又唔見油價有所回落，作出相應嘅調整，似乎咧係有加快減慢之嫌。阿鼎多年來亦喺議會內外有所跟進，我哋都要求咧油公司應該要提高透明度，包括考慮邀請佢哋嚟立法會解釋價格調整機制，保障消費者嘅知情權。鑑於現時美以伊嘅戰爭嘅特殊情況，阿鼎亦都建議政府同幾間油公司協商，睇下可以點樣穩定油價，令到司機有所嘅預算。